第9場3班馬跑1400，上仗前3名係2號、5號、9號，呢幾隻馬都幾好嘅。259、25啊，從未落地嘅一隻綠野飛馳，一隻何澤堯嘅活力拍檔都係從未落地嘅。另外有一隻咧，潘頓嘅有形量，上次潘頓2.9倍啊跑第一嘅，再嚟過。何澤堯咧上次又係跑第一嘅，再嚟過。綠野飛馳咧就上次艾少禮跑第2 1.8，輸咗錢，而家換咗麥文堅，所以2號、5號、9號都係好多人關注。另外有隻12號都靈巨星、都靈冠星班德禮，上次咧就係 3.6 大熱門，布文跑第9，冇錢收，我換俾阿班德禮。楊明倫隻咩？3號勇冠群英，勇冠群英都贏過嘅，贏過5次，不過上次一隻91倍跑第尾。4號灰馬咧就係阿基拉，阿基拉真係你唔識買佢嘅，真係不停咁跑，次次都喺前面跑，有時就斷，多數斷，有一次唔斷就贏咗出嚟啦。佢實喺前面跑噶，主持要2、5、6、12，唔要潘頓啦，有2有5，即係有麥文堅、何澤堯，6號就閃光燈，閃光燈係巴道，上次跑第5嘅。另外咧12號都靈冠星，我要潘頓、何澤堯，我要9號、5號。Jenny 要2、5啊，咁咪攞埋佢隻2啊，2、5、2、9、5、2，我要佢都有啊，攝隻16，攝隻12喺尾，都靈冠星都好啊，上仗大熱門跑第9啊嘛，換人啊嘛，即係動態積極啊嘛，希斯6號仔閃光燈巴道，6號仔幾多倍啊？13倍，閃光燈都幾好啊！閃光燈一個第一，一個第2，本路程3個落地，不過上仗咧就係跑第5啫，就冇啲259咁好啊！259係上仗前3嘅。4號阿基拉18倍。阿基拉呢個股東嚟，我諗佢都唔知佢幾時斷，次次都跑到咁上下就冇力啦，好積極嘅喺前面跑嘅。試過有次夜賽一路跑，由頭跑到尾又唔斷喎，咁好嘢。12號仔都靈冠星班德禮，嗰場係落咗飛添嘅喎，唔係而家咁冷落嘅喎。何澤堯5號叫做活力拍檔，好多人關注259啊，真係上仗前3啊嘛，呢3隻。8號咧就係和光同塵，哇，真係和光同塵。6號仔叫閃光燈，巴道落咗馬，整下啲配備。潘頓啊，呢隻係咪啊？唔係喎，霍宏星啊，7號藍色衫，哇，好花咯，2條斜孭帶真係。10號咧就係精巧時計潘明輝，初次出賽幾十倍。今日就得一隻初次出賽贏咗，就係超和平。9號有形量啦，呢隻有形人就贏咗啦，有形人就艾少禮贏咗嘅。呢隻就叫有形量。上次佢咧就係 2.9 大熱門，佢又贏咗嘅，而家有3倍。
跑過5次，1、2、3、4名各一次，一次落地話1。綠野飛馳咧就係跑過8次，2個第一，6個第二，好勁啊！即係2號仔。不過上次咧就係加咗1分，加咗3磅，換埋人，即係呢個艾少禮換俾麥文堅，好似艾少禮好啲喎，好似我覺得騎功嚟講，3號咧就係勇冠群英楊明倫冷門嚟嘅3號50倍，勇冠群英都贏過本路程嘅，不過近期咧就跑好後。主持要2562，冇要潘頓 ，Jenny 就有要潘頓，乜潘頓擺尾，佢咧12號就擺先嗰隻狗嘅，佢有2有5有9，有2有5有9，就12就擺喺第3位，都靈冠星班德禮隻紫荊拼搏又贏咗啦。上馬巴道咧閃光燈，上次跑第5嘅，跑好啲就有錢收噶啦。8號咧就叫和光同塵，呢啲好冷門嘅，呢啲未有賽績嘅呢啲。有2隻馬初次出賽嘅，有一隻1號夜9倍，另外有一隻咧就10號44倍。呢隻11號啊，呢隻精彩活力黃志宏，上次99倍跑13名，應該未得嘅呢啲。而家128倍 ，Jenny 要2號5號，我要9號5號，即係要潘頓同埋呢個何澤堯。2隻馬上仗都贏㗎啦。綠野飛馳咧，本路程係非常之好嘅，跑8次，6個第2，2個第1。9號有形量，有形人咧就係俾阿艾少禮隔晚大熱門嘅身份，現場唔係大熱門咁咪贏咗。金錢跑添啊！有形量咧，今次咧就係升班嘅，所以咧就係減咗9磅，好好跑嘅。上次佢啲時間都同3班標準咁上下噶啦。1400米3班。啲馬好成績嘅，呢啲馬，就係講贏過嘅都即係有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2隻馬啫嘛，7隻馬贏過。10號精巧時計初出嘅呢啲，1號魅力奔騰亦都係初出，2號。綠野飛馳，綠野飛馳唔係綠色衫嘅話，黃星啊呢個高至高係咪？黃星啊，顏色的顏高至高，哇！而家啲馬名真係有啲係好笑嘅，有啲真係豬潤燒賣都有啊，今年。賽事3班1004，大熱暫時係9。黃旗舉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有形量快閘嘅中間勇冠群英都快，出邊綠野飛馳啊，埋邊第4位有阿基拉啦，內欄第5就和光同塵啊，粉紅衫大約跟住個第6位嗰匹咧就活力拍檔啊，響外邊有高至高啦，後邊個5匹馬魅力奔騰都靈冠星啊，外邊尾3精巧時計啊，殿後一隊閃光燈同埋精彩動力嚟嘅。好啦，咁啊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勇冠群英就貼欄放嘅，外邊大熱門馬，跟住第2就綠野飛馳嚟噶。
第3位埋邊啊阿基拉咧，有少少搶口咧，粉紅衫咧外邊嗰隻咧就係呢隻有形量嚟㗎。後邊嘅馬內欄第5和光同塵啊，外邊第6高高至高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魅力奔騰活力拍檔粉紅衫喺個馬林入邊嘅，出邊精巧時計啊，尾3粉紅衫都靈冠星啊，內欄尾衣白衫和帽咧就閃光燈，釘大外檔係精彩動力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勇冠群英佔先嘅綠野飛馳幾個節目拍上嚟啦，咁啊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有形量追咧，中間位置有阿基拉啊，出邊活力拍檔亦都追緊，中檔位置係高高至高啊，最後200米到綠野飛馳有少少內線走咗入去，有形量呢個時候就過佢啦，後邊啊嘛有活力拍檔啦，高高至高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有形量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贏馬，綠野飛馳第2、第3名活力拍檔第4名係高高至高啊！今日係259啦，係咪？今日加埋阿 Jenny 259，咁啊搞掂咗啦，3重彩啦，亦都係呢3隻馬，係呢3隻馬上將前3啊，咁巧啊，259係925，唔係259，不過何澤堯跑個位唔靚啊嘛，拉唔到出嚟跑。5號係從未落地嘅喎，2號亦都係從未落地嘅喎，但係有形量咧就係升班減磅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啊贏咗2隻從未落地嘅馬，贏2個馬位添喎，咁佢要加磅喎，下一次。然後就7號高高至高放行星925啊，係咪啊？259隻上將前3嘅包辦3重彩，不過好熱門喎呢3隻，好多人關注。出閘快閘啊！呢隻有形量，呢隻咧就係3號仔咧，就勇冠群英都贏過本路程嘅，呢隻咧就係隔晚大熱門。叫做綠野飛馳，跑過8次，2個第1，6個第2，好勁啊！呢個今次又係第2。咁另外呢隻阿基拉，我咪同你講啦，即成日都喺前面跑嘅，大部分時間係斷嘅，偶然有一次唔斷就贏嘅。8號喺裏邊，和光同層呢啲係新馬初出，係好冷門嘅。咁何澤堯呢隻5號咧就係跑過2次贏2次嘅本路程，呢隻馬叫活力拍檔粉紅色嘅呢隻，佢困喺裏邊都唔喐嘅，不能展步。個潘頓就唔同啦，潘頓走咗個生位，我跑到直路，隻綠野飛馳首先彈出，隻阿基拉開始冇力啦，但跑得好好啊，次次都喺前面，今次都有少少嘅都仲有。我話潘頓咧就上嚟。過咗去，咁何澤堯而家先至揾個位，咁啊俾阿綠野飛馳彈甩你咁多，你點追啊？係咪？925 Jenny 擺9號係最尾嘅，我就要潘頓減磅啊嘛，係咪？原班人馬啊嘛，上次勝出啊嘛。182蚊3重彩，上將前3嘅呢3隻係咁巧啊！玩完隻7號就冇乜賽績㗎，冇乜參數。潘頓5棚次2次咯，今日今日啲有形團體都幾勁。有形人有形量啊！全軍出擊，潘頓胡佩君與楊毅，啲有形今日好勁啊！